下來繼續來看高雄每一間科技大學有一個男同學，今仔日甲朋友小招去屏東的馬家鄉牛角灣溪水牆來耍水，結果發生着墮水的意外。消防隊接到通報，馬上趕去救人。目前男大學生也甲死神咧搏鬥。搜救人員救索啊，到水內底做救援任務，兩個湯白體查甫佇咧邊仔鬥救索啊。真無簡單，人總算互救起來。看同學無性命現象，兩個人表情緊張，唔知影要安怎。一陣人甲驗到王炳明佇咧現場對伊做 CPR。幫我束緊哦。好，有。腳那邊可以放鬆一點點。用人力來搬的方式要甲伊送落山，所有人攏驚條條，每一步踏好在，確認無問題，才繼續向前。走，軌道往左，前面往左。少年人無細膩墮水，做伙朋友發現了後，趕緊報警察。代志發生佇咧屏東馬家鄉牛角灣溪水牆，今仔日早起8點外，初步了解是3個高雄某科技大學學生，敢若是趁歇熱小招去耍水，結果其中一個人傳出意外，那會發生墮水的事件是體力無夠，也是有其他的原因。即馬兩個做伙朋友當要去做筆錄，警方嘛繼續查清。